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拨转，慈悲拨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是守自导，是守自导，圣慈昭和采纳，圣慈昭和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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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恩各位点燃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、后学，今天学习就到此结束，感恩。感恩慈悲。